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了南投国姓乡，这里曾经是香茅草的盛产地，香茅草所提炼的香茅油销往国外，香茅炼金术曾经风靡客庄。刘大哥，香茅是过去非常重要的经济产业，那当初客家人是为什么会用香茅来提炼油的？这个蒸馏香茅油是非常辛苦啊，客家人他比较刻苦耐劳，都住在山区比较多。那国姓这个地区啊，这个山就比较贫瘠啊，当时要种植的东西也比较难种啊。香茅的种植的地方啊，就比较贫瘠也没关系，所以当时在国姓他会种那么多。那当时的价钱非常好，全球70%是我们台湾蒸馏的精油。天然的香茅油因为被化学制品取代而逐渐没落。曾经在国姓乡的北港村有20座的香茅工坊，如今只剩下这唯一的一座提炼香茅的传统工艺，中断了半个世纪，在921地震后有了新的生机。那刘大哥，像现在这个香茅，这个传统技艺已经慢慢的要消失，那后来你又这样子重新把它兴盛起来，是不是也是希望让这个传统技艺延续下去？对，我们是这个留下来，其实我们要给下一代的人知道说，我们上一代是这样做的。这个做这很辛苦，我们这一个是器具是50年前留下来的，在921以后。我们想这个地方要给它有一个生机呀，然后才再种植回去，再从这个地方再蒸馏。游客来啊，也是一个教学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边以前的那个我们的长辈啊，就是这样留存下来这样做下来的。如今香茅油的提炼依旧遵循古法，用传统锅炉蒸馏。将晒干的香茅油用人工踩踏，透过冷却炉油水分离，金黄色泽的香茅油来自前人的智慧，心血结晶。现在国姓乡以香茅作为地方特色，发展休闲农业与芳香产业，盼望着有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发展，支持这古早的产业，有朝一日能够延续香茅王国的美名。